错了，我不应该信伊斯兰教，我应该相信共产党，我应该相信习主席身体就愿失去身体健康，天天必须要让你要看护感呀，或者是天天让你演出这些东西。强迫性的让你说出，哎呀，你看共产党好，我认错了，我星期五不做娘妈子去，参加葬礼我不去，伊斯兰仪式性的一律场合我不去。提示呢，把我这样子挂着，只能脚这样子塞到地上，就这样子挂着。4天没有让我睡觉，我睡觉要把我的手挂在那个门上，天门上，就这样子。